干啥呢？又想拿我的钱呢？想多了吧？要不这样吧，给你一次机会。这里有一瓶水，看到了吗？你用手把这个橘子捞出来，水不能溢出来，这200块钱就归你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嘿嘿嘿。不行啊，水都溢出来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水都溢出来了，不行吧？不好意思，这200块钱你赚不到。爸爸，我来。行行行，归你来。嘿嘿嘿，归你做到了，嘿嘿，200块钱归我们的哈，走。